大家好，我係你嘅健身教練 Coach Son Sir。你可能已經知道魚油富有 Omega 3，對心臟、大腦同埋關節健康都有益。但你知道嗎？坊間有好多魚油其實並不是咁優質嘅，甚至 DHA 同埋 EPA 含量極少。大家可以參考呢一張圖片，呢度有各種嘅指標，話俾大家知道點樣可以揀選優質嘅魚油。為免複雜化，我想講最重要嘅一項，第一項關於魚油嘅濃度。簡單嚟講，大家買魚油嘅時候咧，千祈唔好俾佢嘅招紙呃咗。就算佢寫1000 mg、2000 mg， 我理得佢寫幾多都好，你一定要睇佢裏邊嘅成分。通常大隻字寫出嚟嘅都係想吸引消費者，好似好勁咁。其實嗰個數字根本唔係重點，而重點係佢寫出嚟嘅成分當中有幾多 EPA 同埋 DHA。我簡單拎兩個例子出嚟，譬如呢一隻1200 mg， 佢當中就會有360 mg 嘅 Omega 3成分，360除翻1200，得出30%，即係食一粒落肚，當中有70% 係多餘冇用嘅。然後我再舉多一個例子，你會見到同一個牌子同一個款，但係佢會寫明 Double Strength， 當中1200 mg 嘅裏邊會有600 mg 嘅 Omega 3成分，即係一粒有50% 係達到營養價值俾我哋，而其餘50% 就係多餘冇用嘅。所以唔好以為越平越好，永遠都係一分錢一分貨。你買得平嘅，佢嘅成分相對會低。我就喺 iHerbs 觀察過，永遠銷量最高嘅產品咧，都係最平嘅。得出嚟嘅結論咧，就係廠商就係知道普羅大眾唔知道點樣揀魚油，簡單嘅心理學就係貪平。所以廠商同一個牌子，佢會出幾隻嘅魚油，唔同嘅劑量。而我自己食緊呢一隻嘅，大字寫900 mg， 而睇翻裏邊嘅成分，原來每一粒係1425 mg， 而當中有900 mg 就係 Omega 3嘅成分。所以除翻開個濃度就係63%。好啦，咁去翻初頭張圖片，第一行營養師建議濃度80%。坦白講，濃度越高梗係越好啦，唔使放咁多冇用嘅嘢落身體。但普遍而言 ，even 我問 AI 都係建議60% 濃度以上嘅，其實已經算係優質嘅魚油。所以嚟緊你哋要買魚油，計一計佢個 percentage 先，經濟狀況許可，梗係揀好少少啦。如果唔係你食3-4粒，先等於我食1粒嘅劑量。最後你會問我咁我要食幾多劑量？我就唔多講啦，留翻張圖片俾大家參考下。